大家好，我係木頭妹。呢條片係介紹我中山之旅第3日嘅行程。尋日我入住咗中山呢間新開嘅華邑酒店，喺今日一早就上嚟食早餐啦。食早餐嘅地方係喺47樓，同 check-in 大堂同一層。房價連早餐嘅價錢大概都係900幾蚊。我會用 Trip.com 再加埋 Shopback 嘅優惠去預訂，有時 Shopback 會有 Trip.com 10至12% 嘅現金回贈。只要 download Shopback，再喺入邊揾翻 Trip.com， 再連結咗之後先訂購，咁就得㗎啦。睇下我哋食嘅自助餐先，自助餐嘅選擇都幾豐富，有沙律冷盤，有穀物麥片，仲有一整個麵包西餅專區。現代簡約嘅設計，再加大面積嘅落地玻璃窗，坐低就可以飽覽成個中山嘅景觀。中西式兼備，無論鍾意簡單嘅西式輕食，定係想食地道嘅港式點心，都可以揾到心水嘅嘢食。呢度環境舒適，慢慢喺度嘆返個早餐先啦。食完早餐之後就去一個商場行下富日城，呢度都有宜得利喎，所以就去行下啦。宜得利係日系簡約家私同家居雜貨嘅大型商店，店鋪喺商場嘅2樓，空間闊落，款式齊全，由大型家私、梳化、寢具到細件嘅廚具、收納同小擺設、燈飾都有。行完一陣之後，去買杯泰奶，坐低休息下先。我個人覺得呢杯奶茶嘅茶味就唔夠濃啦。行多陣之後就返去萬象匯啦。呢間叫做 Lice Cafe Art Bistro， 店裏面嘅裝修好溫暖，木質嘅餐桌，吧台滿布酒櫃，台面擺咗小花，格調輕鬆，有藝術感。食飽飽之後就行返過去日行酒店嗰邊，搭永東巴士返香港啦。鍾意呢條片嘅朋友請幫忙 comment、share、like 同埋 subscribe。多謝大家收看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